什么叫带他去南梁啊？哎呀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本世子要带谁回南梁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就跟我没关系？不要吵了。嘘，乖孙女，你醒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让你担心了。云浅月，我说你怎么才醒啊？你都不知道爷爷这2天有多担心你，我嫉妒。孙女儿，你以后啊，就老老实实的，千万别再出幺蛾子。爷爷这把老骨头啊，经不起你折腾。新帝登基，这2天召集众臣进宫议事。你可把这丫头给我看好，再出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是，云爷爷。孙女儿，爷爷走了，你好好养病啊。放心吧。把人给我看好了。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浅月，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我还没跟浅月说话呢。你让他睡一会儿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说。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也会被美色蒙蔽双眼，但我对你从未动过半分真感情。倘若真有什么，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我荣景和云浅月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爹，这个剑明不是成天摇着尾巴跟在冷少卓后面的吗？凤凰关一事，他也为三殿下出了不少力。现如今，怎么还有脸写拜帖来见爹您呢？呵呵，他们在当初的夺嫡之战中，要么保持中立，要么支持三殿下。如今新帝登基，改朝换代。他们为了自保，就难免来找爹为他们求情了。还真是些墙头草，趋炎附势的东西。哎，宁儿，爹爹经常看你外出，事情办得怎么样啦？爹你就放心吧。荣景虽然逃得了一时，却已如丧家之犬，抓他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现如今，我已经在城中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就算插翅，也难逃我的手心。新帝虽然年轻，但是自古以来担大任者没有单纯之人。宁儿，对此你还要千万小心才是啊。爹，新帝尚未登基，根基未稳。朝中的势力也并没有尽收麾下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多虑了？哎，
他原来是皇子，可现在他毕竟是真正的君王，身份不同了吗？况且你与叶天意曾经有过婚约，所以说你必须谨慎再谨慎。可是那婚约是先帝赐下的，三殿下他已经被罢黜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许他再踏入天圣半步。宁儿，你一定要谨记自己的身份，切不可任性妄为，再与他有任何往来，你明白吗？知道了。冷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冷大人，你受命抓捕刺杀先帝的疑犯，可是有消息了？暂时没有，只是听闻荣景被牵扯进去，已经下令全城搜捕他了。可是此事不早就确定是逆贼荣景和云浅月所为吗？云浅月？不能吧？先帝驾崩那日，我奉命追查，亲眼所见二人同行，举止甚密。我想，他们俩早就串谋了。而且我们天圣若有人与其人合谋加害先帝，那此人必定是云浅月无疑。小姐，你看这外面天多好呀，你要多晒晒太阳，心里很快就会变得晴空万里的。小姐，你真的要跟那个南梁世子远走高飞吗？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你也不喜欢他呀。对，我觉得彩铃说的对。这婚姻大事啊，不能儿戏。你不会真喜欢南陵睿吧？这有什么打紧的呀？我喜欢他就行了。南世子能保证好好对我家小姐一辈子吗？哎，你这小婢子还得护主的。要不，你给我做个通房如何？别胡闹。姑娘多虑了，我们世子对郡主若非真心呵护，又怎会去厨房做这糕点，还亲自送过来呢？知道你胃口不好，所以做了你从小爱吃的栗粉糕，多少吃一点。南世子怎么知道我家小姐从小就爱吃栗粉糕啊？这和别的地方的味道不一样，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小姐，秦都官来了。
秦都官这是何意？云浅月，你与逆贼荣景合谋弑君，带回天牢严审。本世子倒是孤陋寡闻了，天圣的侍卫有如此权力啊？哪来的世子啊？云浅月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招蜂引蝶的本事了，这么快就另结新欢了，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怎么，被荣景无情抛弃的滋味已经忘了吗？秦大人还真是对景世子念念不忘啊！罪女云浅月与荣景合谋弑君，论罪当诛，带走。有我在，谁敢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恐怕你都护错了人。如果不想被这个罪女株连的话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我也不管你是谁，恐怕你抓错了人。在下乃南凉国世子，将来也是一国主君，我很记仇的。若是不想挑起两国战争，就带着你们的人赶紧走。原来是南凉国世子啊！看来云家不仅与逆贼荣景勾结谋反，还与南凉国暗通款曲。我身为人臣，岂能容你在我天圣作乱？小婢子，带你主子赶紧进去。浅月，走。阴阳卫还不快上！小姐，怎么办啊？这个秦玉宁这么大张旗鼓来抓你，摆明就是要给你难看。对啊，这一看就是故意刁难。现在老王爷又不在府上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呀？你干嘛？我应该跟他去才是。你疯了！若是你现在落在他们手上，指不定会给你什么难堪的。不能去。对啊，小姐你不能去。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正因如此，我才更应该跟他走。他现在只是针对我一个人，可若是不让他得逞，他必定会肆意报复整个云家。爷爷从小就对我宠爱有加，我却一直任性妄为，甚至一意孤行，做了许多错事。现如今，我不能再连累他老人家了，也该轮到我保护他了。姐，彩莲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们一定要替我守住云家，照顾好爷爷，知道吗？小姐。住手！你不就是想抓捕我吗？我跟你走。浅月，老王爷来了。爷爷，老王爷，浅月被秦都官带走了，说他谋逆弑君。你怎么给我看的人？他自己要去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也知道浅月，他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左右的呀。彩莲，你马上进宫，去找贵妃娘娘，向皇上求情。是。玉宁擅自将一朝郡主押入死牢之中，这不妥呀！
云浅月串通逆贼，谋害先帝，证据确凿。我只不过是依律行事，怎么能说是擅自呢？可这件事情毕竟没有禀报给陛下，你贸然下定论，一旦是皇上若是知道我等臣子为其铲除逆贼，告慰先帝在天之灵，理应嘉奖才是吧？此次你出力不少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，不劳你费心。云浅月，你也没有想到你会有今天吧？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不是男人，不会被你楚楚可怜的样子打动的。说，逆贼荣景藏身何处？我跟他已无半分瓜葛。又怎会知道他的下落？嘴还挺硬的嘛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让你说的。娘娘，娘娘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小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采莲，快起来说，为什么让我救你家小姐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家小姐她因谋害先帝的罪名被驱都官带走，关进大牢了。娘娘，娘娘你不能这样，皇上说了，娘娘。皇上，娘娘她不听劝阻。下去。是。亲人，进了宫，还这样称呼朕吗？臣妾失仪，请皇上恕罪。可是浅月她……丫头怎么了？采莲说阴阳为以浅月谋害先帝为由，抓入天牢了。哎，亲人。吃了这么多苦，还是不肯说吗？你就算杀了我，不知道还是不知道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一个纨绔之女，凭什么在我面前嚣张？又凭什么让荣景、三殿下，还有当今的皇上，一个个为你神魂颠倒？想必就是你这张脸吧？你说，我要是在你这张倾国倾城的脸上划上一刀，会怎么样呢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住手！皇上，丫头，你怎么样？快解开！快解开！丫头，
小桃，小桃，将秦玉宁打入死牢。成何罪之有，皇上！皇上，云郡主已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荣景，她是我叶青然这辈子捧在手心、用命珍视，连碰都舍不得碰下的人。明明是我最爱他，明明我马上就可以冲破所有枷锁和他靠近了，为何却被你先行占据？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！何事？秦相召集了一批大臣候在殿外，说是要立即处决云郡主。皇上，云郡主醒了。皇上，他们还在殿外候着呢，让他们退下。是。小桃，你没事吧？秦然，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朕的寝宫，朕把你带回来了，方便太医医治。我忘了，你现在是皇上了。我还是不在这儿了，早点回去了。哎，小桃，你不能乱动，你。怎么了？小丫头，你要做母亲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医说，你腹中已经有一个小生命了，但是你别担心，他很顽强，也很幸运。虽然你在牢中受尽秦玉宁的折磨，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哎，小丫头，你干嘛？我不能让他出生在这个世上。小丫头，你不要这样伤害自己。都怪我。怪我情爱丈母错付终身，怪我被利用、被抛弃，我活该落到这样的下场，还要连累一个无辜的小生命，都怪我。请求皇上处决逆犯同谋云浅月。请求皇上处决逆犯同谋云浅月。请求皇上处决逆犯同谋云浅月。小丫头，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干嘛？顺了他们的意，让我死吧。反正我的心也已经死了。活着跟行尸走肉也没什么区别。小丫头，你不要再天真了。谋逆之罪是要诛九族的。你一认罪，云王府照样受到牵累。而且这个孩子是齐国余孽，只要你生下他，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一旦被发现，
他必死无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朕来做这个孩子的父亲。竟然你疯了！朕没疯，只有朕做这个孩子的父亲，他才能名正言顺地降生在这个世上。所以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你信朕，让朕做这个孩子的父亲，朕会视他如己出，以后由朕保护你们母子二人。叶竟然，你去哪儿？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？竟劳烦众卿在朕的寝殿外如此兴师动众。皇上，云潜月勾结叛贼，谋害先帝，臣等恳请皇上问罪云氏一族，给朝野一个交代。秦相放心，荣景擒我功臣，弑我君父，朕不会放过他的。至于说云家谋逆，此事查无证据，纯属捕风捉影。诸卿皆可散去了。云潜月谋害先帝，证据确凿，罪恶滔天，天理难容啊！陛下若是一再放纵，只怕是姑息养奸呐！朕说无罪就是无罪，何人再论此事，就让朕不得不怀疑他谗言诽谤，诬陷忠良的居心了。今日趁众卿齐聚于此，朕便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遍：云潜月与先皇死因毫无瓜葛。朕不仅要对他无罪开释，还要迎他入宫，封为皇后。不可！皇上三思，皇上三思啊！朕圣意已决，朕不是在寻求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难道你真的要不顾满朝的反对，执意迎娶云潜月那个罪女吗？云潜月已经怀上朕的骨肉，这是朕的第一个孩子。她作为朕第一个孩子的生母，谁称她为罪女，则是大不敬。朕念在秦相不知者无罪，就饶了你这一次。朕不希望再有下一次。皇上，你真的要寒了微臣的心，也寒了朝野上下的心吗？朕宣布，云潜月若生下男孩，则为天圣未来主君；若生下女孩，则是天圣最尊贵的公主。何人若再敢问罪，与谋反无异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可呀，皇上！嫂嫂，哎，嫂嫂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骗我？你们骗我骗我！为什么？也就让我恨你们！走开，走开！我原谅你们！娘娘。
哥哥，青暖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看，这荣华宫设计成这样可好？小丫头喜欢广玉兰，朕打算在院前用汉白玉建一个花池台。可是汉白玉也是白色，会不会太素雅？哥哥上次督建花池，自然是极好的。可赏花之人真的会幸福吗？若他并无赏花之心，哥哥的一片心血，岂非徒劳？她跟了朕后，会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因为朕会宠着她，爱着她，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，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。那哥哥自己呢？哥哥自己会真的快乐吗？青暖，别人也许会不知，但你不会不知。朕钟情小丫头多年，对于男人而言，心爱之人将变成枕边之人，还要为她生儿育女，这为何会感到不快乐？你也应该为朕感到高兴。所以哥哥已经想清楚了，不会再后悔了。朕为何要后悔？如果有一天荣景回来了，朕绝对不会让他活着回到天上。这辈子有朕在，他都别再妄想能见到小丫头。哥哥，杀了朕的父皇，觊觎朕的女人，还对朕的江山虎视眈眈。不杀了他，朕岂能安眠？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挖出来，将他碎尸万段。皇妹不打扰了。哥哥若是有空，就去看看皇嫂吧。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原来，这就是你对待新婚妻子不理不睬的原因啊！叶清然，我总算明白为什么这些日子你是对我这么冷漠、视若无睹，甚至要……等你冷静点，我们再说吧。站住！你要娶她，那我算什么？你是父皇指配给朕的贵妃。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我甚至没有办法在我父王身边尽孝。你以为我稀罕你们天生这个贵妃吗？叶清然，你不是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对不起，你想要的朕给不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对不起，朕没能早些告诉你。其实朕心里一直深爱着的，只有小丫头，自始至终都只有她。至于你，是父皇强塞给朕，朕无法推卸，却又不得不的承担。如果你能早些接受，也就能少些痛苦了。我承受不了，我的小头。就此断了针，念念不忘。越是不忘的人最绝望。一直今生亦难再成双，且把红尘就此埋葬。
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我都听见了，哥哥在殿外对众臣们说要娶你，还说你已经怀了身孕。月姐姐，你不是对哥哥并无私情吗？怎么一转眼你就要嫁给他了？你说什么？他真对众臣这么说了？我们都听见了，叶倩嫂嫂也听见了，她可伤心了。月姐姐，你明明就知道叶倩嫂嫂对哥哥一片痴心。叶倩，你来做什么？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叶倩，你听我说，有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跟清然之间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啊，你不是有意的，你跟我丈夫只是竹马之谊，只是自儿时起便亲近的朋友，没有男女之情。我被你的谎言欺骗了这么久，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我吗？你误会了。误会？我多希望这只是个误会。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要好的姐妹，我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你，你心里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了吧？你心里一定已经向我千回百回了吧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叶倩，没有。那你明明知道我是爱他，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啊？你不是一直爱着荣景吗？荣景是齐国逆贼，我怎么可能爱上他？至于清然，我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原来荣景也只是你们二人暗约偷妻的幌子，一面当着我骗我说你喜欢别人，一面却跟我的丈夫偷偷暧昧缠绵。如今索性连孩子都有了，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！叶倩，其实我的孩子……小丫头。你不必说，让朕来说。那日是朕喝多了酒，一时情难自禁，才对小丫头做了错事。清然，你大可以骂朕卑鄙无耻，但是你不要牵连小丫头。现在木已成舟，朕必须要对小丫头和她腹中的孩子负责。云家嫡女必为后，这是叶氏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不日，朕便会迎娶小丫头入宫。你没有异议吧？清然，你在说什么？叶倩，我能有异议吗？你不是已经告知我结果了吗？我能说不吗？叶倩，云清月，从今以后，你我不再是朋友。叶倩。小丫头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清然，我真的不能嫁给你，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他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难道你要连累云氏一族吗？如果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，那这皇后之位，
至少应该是给叶倩的。小丫头，朕执意封你为后，不单单是为了保护你，更是为了云家嫡女必为皇后这个祖训。唉，如今朝代更迭，朕又刚刚登基，朝中不稳，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？只有你坐在这个位置，其他外戚才不敢轻举妄动，也只有你才能替朕守住内政安宁。若在此时朕破坏了祖训，岂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？可是这样对叶倩真的太不公平了。小丫头，人活在这世上本就身不由己的。